上一次说帮那个业主退房的，好了，开发商又给回复了，说不退。那上一次在说那个维修的时候，他说哪有什么规范是规定我一定要怎么样去维修的吗？有规范规定我打架不行的吗？人家业主不接受你用住家漏水去补漏，不是说你们业主一句不接受就不可以实施的。所以这么多规范在这里，规范什么东西的？那就是强买强卖咯，强买强卖嘛。你不要谈国家规范，在施工过程里面，你真的全部都按规范了吗？他修来修去修不好，你明不明白？但是我想说那里已经是明显的漏水，我就说有规定你一定要出方案的，但是他就不回复，反正就是不了了之。我觉得太过於霸道啦，開發商這種感覺就是你買了，你就是被套進去了，無奈無奈。依家咧就係揾咗部門嗰邊，部門咧就一直都唔出聲喺嗰度。咁喺開發商就話：我嚟買已經買咗噶嘛，錢已經俾咗我啦，仲我退翻俾你，冇可能㗎啦，用個腦諗下啦。咁樣叫佢去執，佢又話：你買間屋我咁我點執關咩事啊？依家係保修期。依家咧又變成同佢講話：喂，你交訂金啫喎，間屋未係你嘅喎，你點解可以揾人上去嗰度睇啊？哇，好莫名其妙啊！即係買層樓連睇都唔俾人睇啦，講到最後，你有問題又唔執哦，想嘔啊！見到啲開發商，唔知點解你哋要咁執着去買樓啊！我真係覺得好核突咯，呢個行業。